各位听众，欢迎你人来宾能福建的节目。这个礼拜我人可在倒转来，甲你人讲几个故事。这个礼拜我人的特别嘉宾。是我人的老赵，微微娃娃欢迎，大家好，欢迎，让我人的新小超湖，新加坡的超湖，欢迎。大家好。哟，现在几年了，律师啊，个惊。แล้วก็我人嘅เป็น老焦了嘅行幾嘅卡吹，的個歡迎。你後輩是自己人，各位聽眾，我人個另外一個特別嘉賓。是做水佬，歡迎做水佬，做水佬歡迎。咪猜路啊！你大概講錯嘢未啊？做落水係咩？做落水。記住啦，聽來聽啦，攏講不要緊。哈，你愛聽啊？你不要去，為你來俾聽。我10年嘛，電梯嘅。你平時看到鬼？有鬼我講。呀，你真死人！我看到你成晚一頭吸你啊！你記定到時我話吸人嘅咧，一拉冇好事時我吸伊下咧。做豬佬。啊，幾潮哦！做豬佬，不，豬佬啦，做落水我咪成日問佢咧。做落水。我咪學即係成港城雜貨龜，唔是雜貨龜。雜貨特別嘉賓即係雜貨特別嘉賓劍湖超湖，等陣，我參邊隻，你有，期待咧，等陣期待咧先，要期待咧。我驚啊！我期待。你期待咧先係咪？Lucky 嚇。看你話對你時間講待咧，一咪聽，一個時咪聽。嚇，別記，你可以期待咧先，係期待咧先，一對兩個講期待咧，告訴你看見咩位其實就只驚咯。做落水啊！唔是做落水，超湖。John。超湖，我冇超湖先。超湖你講超湖你講有幾個數頭子把俾個人講嘛？actually 我冇只驚，我一個人。哦，安怎是驚？我就啲等你話，你個衰等就你幾個數。你講幾個數啦？你講下。OK， 即個幾個數嘅是我是唔捌看過嘅啦，我是聽人講嘅啦。我只學伊是在新加坡飛機做工嘅啦，飛機對面做工嘅。哦，開始飛機貴了，最近。即是讀起樣飛機為伊甲我講，伊是講這是2000年發生嘅事嚟。then 即個是讀起讓哈利飛機為真正出名啦。even 新加坡嘅人甲了滿知嘅，特別actually 我是了過啊，我聽伊講咧，我就真驚，我就去看website 有寫啦。所以伊故事是講安尼款嘅，有一個stewardess 是安怎講？空姐好嚇 ，OK， 伊就飛去LA 咯，恁伊度下邊位時候，伊學伊你打波嘅空姐哦，打波個空姐，打波就叫空姐，打波唔使姐啦，姐是打波嘛。
小姐姐，哈，係啊，攝照啊。yang suspect 講可是內地人實施伊啦，but then yang實施伊樣可yang喺消費去喺你 hotel room 喺你酒店房間度那邊嗰種。哦。所以這個查某咧，嗬，伊是台灣嘅人誒，but then 伊是OK 是這個飛機嘅啦。then 這個事發生嘅嗬，伊個查某嘅嘛是真正激死麼？因為伊查某第一道背呢，嗬，都安尼款發生安尼款嘅事啊嘛。then 伊嘛嗬伊寫帶伊到新加坡，帶伊到 LA 對來伊個身軀到 LA 對來嘅時候，伊嘛改穿紅衫咯就。哦。then 嗬。伊嘛家己本穿紅衫，成樣到喺你飛機送伊個身軀對來嘅時候，伊嘛加喺你死來查某吼，本是穿紅衫咯。就是講伊嘛成啊，I think 伊有啥被報仇啊，還是做淡薄物件，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所以 after 一年過後吼，喺你常常嘅飛機啊，成飛機嘛是有 number 嘅咯，喺你常常嘅飛機吼，帶去會使講話，OK， 這個是一個已經是一個 news 嚟嘅啦，所以伊就去台北嘅位吼爆炸咯就。哦。then 伊未 take off 呢吼，伊就伊愛 take off 時伊就爆炸了，所以伊news 出來嘅時候，伊嘅 reason 是講吼，伊嘅 pilot 換去喺你冚喺你度修理了嘅 runway 啊。then 吼。特別吼到去樣那邊吼樣家己喺你喺你空姐嘅人講吼，是樣在講有真一個故事 ，before 伊飛機未飛嘅時啊，伊飛機吼應該是單像幾講11:59應該飛嘅就，特別到個11:59一暝嘅時候，伊飛機每個無冚過咯就，因為吼到去喺你一暝嘅時候。喺你伊有分成個 junior 還是 senior 嘅嘛？then 伊個 junior 嘅吼，到下邊嘅點人吼，成算看飛機嘅人，then 伊愛代理個伊個抓喺你 list 有樣都愛點啦，過來使。我聽到我聲你聽到哦 ，sorry 了。講下就係等佢樣使點嗬想樣計使開門，等你計使背嘅嘛。因為嗬，喺你而家暫時樣 delay 嗬，就是因為伊個 junior 嗬1:5嗬，一點嘅人嗬加一個出來過伊個 list 就係。我哋成日都起飛機時，樣到啲飛機嘅鏡，點佢幾個人算，可能是啲加一個人出來啦。就是因為有一條 list 嘛，成下面字下面有人，所以伊就加出來，出來，伊再講他叫這啲個來位是一個查某來，then 伊就甲下咧，伊未必伊就甲伊甲senior講咯，講嗬，我算5刀啊，滿是安尼看咯就，然後伊senior嘛是來算嗬，伊senior算嘅時候，下咧查某無嘢做。恁他就咪是樣無想講啥物嘛，所以樣嘛是直直吹規定飛機吹看下你人，特別吹無掉下你加出來嘅人嗰種。哦，就想吹無掉下你加出來嘅查某啦。恁了過日時，即個事發生嘅時，過日有時有一個人有揾到發咧抗議講嗬，伊有看到一個查某樣家己嘅空姐嘅穿啥樣家己嘅。穿嘅 uniform 嘅衫，可能，徛去喺你機裏位嗬，去看了很樣嘅 list 都就，然後伊無去，伊感覺即個人成怪怪，反正是講伊無去叫伊，因為佢就咪是有別個人有啲嘛，然後嗰陣時嗬，伊飛機嗬，都樣全部係你人啊，樣都成冇去管啊，樣都到開門，因為已經 delay 啊嘛，所以已經開門嗰陣時嗬。就行咗，嗰陣時，伊飛機就換去唔對 runway 就爆炸咗。哦，然後嗰陣時，嗰度爆炸到一半人死去啦。然後嗰陣 after that 嘅時候，樣過來 find out 到下一節嘅時候，就是拄好一年過後，係你查某死嘅下一節。哦，一年後，伊是拄好伊死嘅節是到對哪一節？
一時死掉冇得時，咧明年嘅時，哦，一死機嚇，咧明年嘅時，係你飛機爆炸，then 因為係你意思係是因嘛是有掠到一個大波咯，特別因 suspect 講嗬有另外一個大波走去，然後因講係你另外一個大波，就是躲去係你飛機那邊。哦，I see。就是安尼咯。攞你聽到我 sound effect 哦，未啊？大把時冇聽到咩？當然我係聽到，大把時冇聽啊，冇聽到。哎呦，準啫！我想講人聽未到，啦，我想人聽未到。唔錯，我哋驚佢掉啦，個係你收 effect。嗰啲係嘅，直刀看啊！得一個這樣嘅。啊哈！幾呢啊買啊！即冇揾咗嘛？係啦，不過就驚啦。你打包死哦，一間定義，一間打包。真係冇好笑。即係就好笑冇見。呢是唔啱人自己 crew 人 suspect 講有另外一個大波，但係人就係人I mean 人自己知嘅人啦，人講係你大波是做 one of 死嘅 crew 咯。哦，I see。吉利。你這 news 我是冇看過嘅。即係 news 到巴魯錄去 internet search 嗰時真濟個本呢。特別嗬，有人講嗬，即個故事 I mean 我看啦是一個 author 寫出來嘅啦。then 人講即係唔是安尼款嘅。哦。特別即個是 I mean 我聽到嘅是網人 crew 嗬，人成人對人嚟，因為過一即個數過後嗬，即個飛機嗬，即個 number 嗬。將頭換去啊！你飛機冇用這個 number 了。冇用一 flight number 你是講？哈，這個 flight number 將頭換去啊，冇用去啊。然後當然我們每次做落水，做水佬啊！做水佬啦，準姑姑。做水佬 ，OK， 做水佬，路。阿準姑姑就咩件啊？準姑姑唔知阿準姑姑咪就能講住啊！阿準姑姑，聽到阿準姑姑阿準姑姑，你阿準姑姑，你講，你講，都唔知有冇聽過即係聽古語故事，到啲中路咯啫。唔知話講下，我唔知有聽調 V 話，唔知聽過。中路即係中路咪是有一間 hospital 咯。政府 hospital 中路而家，依邊中路 hospital。係實 interrupt 啫。interrupt 有經嘛，到啲。你講話咩呢？還是我這邊 hang 了，一 suddenly 出來真正咩？我感覺到係咩呢 ？Hello， 感覺到講話真咩？冇啊！依講話你咩？唔要緊，依是人哋香港嘅。有幾冇飛機嚟啦 ，OK，你講。OK，中路啲 hospital到啲中路 public bank 係對面嘅。public bank 嗰時依 hospital 中路 public bank 上。哇！你講 continue 講下。佢就係前巴打一點哦。哦，在，係咪有 hospital 咩？依對面嘅咯。我知啊。我知啊。after 依 hospital 佢嗱，依對面就係小販嘅物件，未食呀。我係係 New Lane 落淡薄，然後佢嚟 hospital 佢嗱經會俾格嘅並 I 記 before 舊攞叔叔回事喎，要經佢單嚟啱嘅啫。對，我知。佢經啱古早好似你新聞古語嗰數戰嘅行道，我唔知諗佢唔知話講下。90幾年點先？啱咪幾邊？古早是隨後就嚟你更加被落地啦，或者這麼多啦，大三輪車等被落地嘅係假咩啊？因為裏邊大漢人咯，然後我聽報咗
我出嚟講話講邊出格了就紅洞，伊妓女家己多樓梯行，跳嘅樓梯記者協調啫。有咩？有協有記者協調出報咗，然後就是真係紅洞，然後我就走去看咯，幫姐就往走去看咯，然後看住佢一環啦啦，入邊大了你另外環啦，一個廠去看拿出邊，我就係條笑咗啦，阿妹樣奶嚟衫，家己奔了佢啊，家己倒去家己奔啊。แล้วอีเกนุยนี่ตัวที่เราทุยกับอีเกนุยจะ家己企喺แปะเราทุย啦，行背啲空中肯背了啫，記者協調啫。然後出報紙咯，然後我走去看，咱當時我掉啲from頭條落往做工。一路個叫或者都冇，你看到是過去啦，還是？特別我看就是就係看到報紙啊嘛，就我就去看了嘅。然後因為我其實我冇半行咯，看半行咧就每日裏邊人，然後往怪人嘛，每樣馬拉很多有人地步，有啲看到幫看報紙協調了嘅，你講馬拉都馬哩樣啊，假如這個地步馬拉馬哩，特別就佢裏邊咧廠嘅食廚樓頂往食嘅，你個幾百去啊？樣坐到去啊？你個係冰啊？我就是尋，你是探出邊啦？你是因為愛喎？係乜嘢啊了，就是冇上線。因為第二聽人講鬼人無上線嘛，你報咗協調啦嘛，佢看咯。有企舊你另一廠嘅做行嘅了啦，樓頂我帶妓女行一邊咁咪啦，成一三燒嘅炒嘅倒開三本嘅了個有地啦，無人家嘅檔嘅啦。掉價你見每人應該有人嘅知，掉價出報咗掉價白下地個喺邊位啦，伊嘅攞阿妹點聲啦。because 咁啦，只字人未去啊，人未去看先啦。佢嘅攞排隊啊，我哋都有正情人啊，佢哋嘅攞 block 嘅咧叫白下地嘅個，我哋馬達嘅個，你馬達講有數嘛？你有頭先報網嘅看冇咯，阿妹個都企得冇咁樣啦，你阿妹其實烏啊嘛，即係佢嘅攞，安尼自人企啦嘅咧，你喺度看冇半行咧，馬達一點聲教你馬達就關落嚟，別使喺度厝嘅咧，別使咁關出嘅攞就驚有掉起燒嘛。你有咁嘅時我看冇咯，就佢執物件個到等於看冇看一點幾別當。我等於做款咯，第二名嗰啲企啦，第二名其實我看到啦。รู้啊？我教俾佢落，我教俾，哇！我教俾，特別唔是看到妓女啦。你話講，你話講伊服務，就講當你 OK，你企喺厝嘅底看啦，對面咪就藤鴨嘛，對，人做藤鴨，會你講你創業啊，啫，你藤鴨部啊，藤鴨部嚇，唔是藤鴨部嚇。比如講你辦經裏邊開就，伊是隻樓也係厝嘅道理，永可以直接藤鴨部安定做嘅啊。然後伊厝入邊咪開開。俾到攰佢啦，你一藤一薄冚了嘛，但係你咪看到裏邊先有人行過，咪是看到影咯掉。你都看到咧？講明嘛？我知，你是講你浪到啲過口啦，浪是到啲過口啦，是唔是？我企喺啲街路看見，特別讓看到伊裏邊有隻店主到啲藤一薄後尾，然後哪你看到？掉伊生開開咪看人藤一罐裏邊看到。了，我就看到啦，唔是看到妓女，唔是看到掉去先咯，看到佢手伸出來，錢一堆咋。一部片都會講，你見每人看，因為各位點先啊？講起就數啦，白朋友白掉嘅講起就數啊，就是講起我就講下背了，人講是唔是都看到你等啊？可能有人看到我都知啊。了我攞橋看到了。春秋講秋就係，但秋，因為是唔是我冷？你冇講是冷，if 嗰是冷，你媽打光得落嚟嘛？if 嗰是冷嚟講啦，你就都看尋頭尋成菇咁嘛？對，伊整個秋正格等啦，秋我就講。你是看到一白樣，還是一拖出來伊藤鴨包過口？還是你看到白樣嘅？等你就你等唔知冷出嚟。我咧潮咧，歡喜我屌，了。我叫朋友名，你看條手邊嘢啊！你話朋友看到咋？你結果對佢咧，就叫掉刀卡，叫掉正卡，佢乜嚟做工咁啫？一條 accident 掉刀卡，掉正卡。推薦咯。喲，你都看到？以為媽呢度，我就冇見啊！特別你是幾時掉？你是幾時掉 accident？你是現看了還是馬仔 gadget？就係看了馬仔播我掉，了馬仔名嘅朋友掉，就啲刀卡，就啲正卡。了我人本冇向記嗰時喺你面見，因為舊杯我諗冇上線，我就看唔掉嗰啲。了為馬仔嗱，老人就想家己冇人講嘅嘛。了馬人講，因如果這個朋友看到，你
叫伊来，攞兩人仔看到物件隨賤，你講安怎咯？因為陣學原來是迄個物件，準看到了。一幾那年講起個邊個白人談白人講起，就講個為了，就講哦，伊手安怎呢？哦，準上上，人哋講除了我能夠別人看到到嘅。安怎咯？你攏一定嘅人去還是攏兩人去？了到啲你。嘅落先一人，我做工人，差唔多4個你。哦，是。了啊，就揾兩人看到呢。我唔知，攏你若是吹到咧新聞效應嘅，攏係叫啊，我不想去看。報紙啊，報紙，唔知 online 嘅有。真係久咯，我看應該迄時我看，迄時我做工應該是無錯91、2年，真係久啦，我吹咯。哦。你去問，較有歲數人到底邊咧應該會知。這條新聞出報紙，但係報紙出頭版出㗎了，一貴嘅咯，我成日看花車你人揸甲袂點動。伊記者都翕出來就伊3條小魚雞咪到你就背翻佢見你家己行去樓梯坐站到你起翻。我冇捌看過一個 news。有到尾時，佢一啊有啊，然後佢一站咁陣時，伊報紙陣時有寫講伊出租趕伊人搬，伊人咪搬嚟出租陣時叫冇乜做，安翻面嘅就去咯，辦規翻就去下樣逼伊人搬到咯。我聽到我看到新聞到尾是樣子，有時間你跌出來啊。吉利了。到你跟嘟亂到跟。跟嘟啦。你講下嚟。嚇，等陣我等陣輪到啲人嚟講。跟嘟就係葡萄籽。有。嚇，你講下你經驗。我講嘅是我家己舊我攞耶穌是住喺間厝啦。嚇。迄間厝是住我媽嘅厝咯。有一其實我是較相信風水嘅物件啊。所以我媽嘅厝哦，伊真奇怪咯。伊厝是真大間咯，伊是大白海啦。咁伊嘅大門是向了一個電線個了，真大嘅迄種電線了。就是電線只大嘅，所以伊風水就無好咯了。你是講人係你平時你人你成個來電嘅，還是裝嘅電啊？無迄種你講到山頂啊，真大咧，真懸呢。伊電線貴咧，伊 supply 個了電咧。唔是你電開條，然後你那個大條啦。伊真大誒了伊就真濟物件，我後面就了有一擺我係過哦，我大家轉去我看樓頂嘅咯，咧伊樓頂呢。是較恐怖嘅，真係事發生啊！了後嚟我慢慢甲講啊，我講嘅是講幾年前嘅，了我人嘛對住，我大家困咯，白起嘅10幾間囡仔尋老人起咯，了起困咯，困嘅時我真 joy 嘅濟人嘛，了我係個伊就未困，伊手震咯，伊開嘅handphone開laptop大聲咯，開歌啦，伊開歌了。講話大聲咧，我個真 sensitive，一聽到有聲，嘣一聲了哦，伊就起來了，我個伊是真大膽人啦。然後有迄暝呢，伊就開歌開到2、3點，2、3點了，對啊，伊講聽到一聲嘣的聲了，伊就起來看，伊講物件啊，嘣了，我個咧愛困了，媽媽講你不要看了就睡啦，然後伊就困咯，然後。嘅日子，我人個了早請落去嘅咯，了剩伊個我係我係嘅某咯，3個人多邊咯，所以伊就困7點幾8點食攰啊嘛，伊就變過去咯，伊變伊多手，伊看到我有一個人哦，伊行過伊個骹咯，伊看到一個人過伊個骹開門。然後開門，所以看到迄個人嘅骹嘅一個，伊看到迄個人，伊感覺迄個人 feel 到是老人咯，因為伊穿嘅迄個褲是黑色嘅，了搖嘅咯。sorry，你我家己，你是講你是講你是成個你高正嘅你，然後呢？了後嚟是，伊感覺講應該是我媽穿嘅褲咯。了特別想到伊無可能，我媽已經去白沙了嘛，讓早就去白沙，所以伊講不要緊，等陣落去門咯，我個是
伊是一个喙了正的人啦。所以讲，伊淡薄突出啊，因为讲，无可能啊，7点8点诚贵啊。那伊就讲不要紧啊，过后伊较紧落去啊咯。那伊就问伊落去，伊就问啊，伊讲大妈有一人是穿安尼裤的啦，伊就先问我妈咯。伊讲伊早落去白晒啊嘛，那伊就讲有解啊，一摆应该就看到垃圾啊哈。我妈就较济，我妈本食 sensitive， 因为迄边伊有 feel 到那物件，所以就甲我讲没有啦，无物件啦，你哎呀，你乱看咧，伊阮要紧因为甲人惊嘛，迄边楼顶啊较恐怖啦，所以伊转来伊就较紧去问伊个神咯，那伊个神是讲。你就是讲啦，你阿妹你开工俾你佢阿面啊，咧有砰一聲，你嚟起來看哦，有可能伊是倒對頭前，還是倒咧邊，特別你嚟看嗰度，伊起來是伊手正係了路邊嘅，聽起風嘅時陣咧，比嘅種，安怎？嚟見你頭前嘅咧，見你下。不，攞隻手插了你。有哦。但你起風人說，你唔知遐物件地嘛，所以伊是講遐個物件倒咧邊啊，特別亂嚟比啊，亂嚟看，講有蝦米聲，所以伊就調調你看了伊安尼講咯。哦。伊調調你看啊，遐邊誠濟安尼物件，蝦米種嘅阮有嘅。等陣我俾 edit， 我係即聲就，但係冇搞大聲，但係 edit 是個幾條菜驚就咯，係嘛 ？OK。呢？你搞大聲呢？OK， 安尼計下條人嘛？有人啊！你到嗰邊，你到嗰邊大漢的啊？你？冇，我是大邊嘅，是講我到轉去，因為嗰邊我有一個舅嘛哦，伊是困樓頂嘅，然後有一擺伊就是拍架樓到樓頂拍架落來哦，一浪就頭，一幾節後就一頭無地啊啦，一幾後我唔去。貴先嘅啊？你是講貴先嘅啊？伊到樓頂啊！伊行樓梯落來哦，伊行30幾年無事咯，特別迄節咯，伊落來伊一條落來降了，真長嘛樓梯落降了後幾後送伊過來檳城看落去咯，咪在伊大幾節年咯，後尾一節風險好去，了咪再加一節咯，一條氣啊啦，一條幾線啊啦，了伊咁看網時，下你看網時就講。樓頂有物件塞伊落來啊！伊講誠歹啊！了我人聽到啊，哇！個人厝了咯，了去撞應一人去，因為誠驚那邊。你那邊規間厝影是誠濟奇怪個物件了，話你厝我媽有一個舊大呢，厝內個咧搬走啊！你媽個當大定邊大個？因為我媽冇辦法嘛，伊厝啊嘛，了我舅前有一個 family 人舅啦，我舅啦，伊就是伊真無膽，所以我哋物件直直啊喊，伊點拍伊骹咯，了我舅真驚啊，了伊去了有一日我舅就在外口安尼看去樓頂咯，伊可能看到伊間厝哦啊，你房間啊鎖了嘛，伊開了開。伊看去樓頂，伊成講伊到厝外口啦，garden那邊伊看去樓頂，安怎開了火了，伊就哇，伊把路搬走咯，因為伊直直可以看到嘛。哦，伊直直看到火開呢，來無講看到鬼啊。我伊紅了看啊，伊看到火開了，伊有望到兩隻物件啦，有面食花餅啊，另外了我媽。我阿媽常常聽到有人叫伊咯，叫伊。等陣你燒掉聲，講起你媽嘅，你厝，你厝是玩到一格，你講？下一間嘅厝啦，下一間嘅厝是玩到一格。哦，下邊是我北海咯。哦，微微娃娃。無啦，伊唔是，伊是多對啦，北海嚟。北海邊啊，微微娃娃去哦，微微娃娃，人去嚟哦。OK，葡萄枝你等日你好條聲，等日的歌，但我都聽你講哦，你講你哪驚，你哪看到？我就是話你驚掉盡掉啦，
真的啦。講頭先我講你跌飛機頂嘅話啦，我驚。特別我講跳飛機頂，只住講咩嚇？我係機頂得少少人講講過一假唔知假卡出嘅什麼字裏邊，不，只頂得只講嘅你叫。是毛毛龜啊，毛毛菇講嘅，伊講伊唔知伊困，伊邊成伊到底飛機困嘛？誒邊感覺上都成個有鼻窿呢，成個有尖頭呢，你困呢是龜卡出嘅，什麼叫？伊坐到伊龜到伊卡出一啲。哦，我坐到龜邊啊！啊！哦，我想龜坐到一邊。了 ，OK 了。等陣我覺得對下這裡這裡新加坡嘅臭狐講，臭狐啊，困了嚇臭狐啊，不嚇了，我個有一個本是別人嘅是我最近把錄甲聽到我嘅朋友甲我講嘅啦，伊講迄陣伊啲讀冊啲 KL 讀冊時，讓白睡一間厝等七個人白白大，七個查某個了啦，等了讓睡迄個位吼。是比迄個位let's say啥average 嘅是啥情況吼，樣是隨節卡節節半幾啊種嗰種，恁樣頭實隨時伊本無OK， 第一伊講伊第一般入去嘅時候，伊就看到伊個房間吼，有一隻韓國嘅湖啊，湖啊，你是紅江湖啊？哈，安講好大規間房，伊個房間嗰種，恁伊個看到一個 passport size 嘅小影吼，一個查某入邊真正惡嘅種，恁吼伊就，然後伊就伊本無想一下定古嘅人留落來嘛，啥之前嘅留落來，所以伊就先隔去咯，先隔去啊，樣嘛是 OK 啊，搬入去啊，然後佢陣時貴啊樣搬入去就係到新家嘛，所以新家樣嘛佢到嗰隻堆哦，堆啊嘛是堆紅豆啦，然後貴啊時新家了啊，好樣嘛嗰隻堆嚟時候，伊講哦，伊一日開門呢啦，伊就看到吼，佢哋小影嗰隻。到佢喺你妹頭整嘅到頂位嗰種，用了妹位，然後呢度驚淡，呢度直情驚咯，呢度咪是買去小嘅呢隻，呢度也顯格咯。然後伊講好，養大喺你位啊，2年半嗰種。大頭一年嘅時，樣就在講有物件，個樣直直看到啥，嘛古一切啊，家己都變現啊，還是物件刷位啊，還是阿咪嗰種。然後樣冇啥買去管嘅呢，就應該辦儀嘛，然後讀冊嘛。然後嗰陣時有一道嘅生類咯。然後有一道嘅時，伊講第一道量感覺到啥？無安尼像一個來一個響嘅時候是有一名是讓7個人，然後就去玩落翻你房間位講話。然後講啊，嘛是講啊啥happy 嘅，反正然後咁有人攏門咗，是攏房間門咗，唔是攏係你大門咗。然後伊是攏你砰砰砰咧。攏門啊，我唔知啊，我無到下邊。嗰陣時伊就講伊朋友嗬，就啥一個人講話了啥 happy 嘛，所以伊朋友就無去注意，就講OK 接來嘅，反正就，然後樣就看到攞落跑喺你面，最得啱時。你每佢每嘢喺你佢每嘢嗬，轉喺度咯，然後伊每佢然後無人，然後樣度啥，樣度驚掉，樣度佢一衝出去面嗰看，就無人嘛。特別樣明明7個人白白看到伊個門轉了開曉，然後嗰陣時就 start 直直看到啊。頭 start 嘅時，伊個房間誒，伊就看到伊家樣攞伊房間有3間房間嘛，樣攞人咧一間3人份嘛。咁伊房間誒，伊第一道嘅時，伊第一道拄到嘅時，伊就感覺到人翹一手，一直困了，阿未困了時，人翹一手，有陣時嗬翹一請咗，翹一請後，一聽到一個查某囡仔喊，是講伊無看到物件，
แล้ว時嗬，你好啊。แล้วOK 咯，那時伊就講伊已經啥，伊就學着亂加真正一暝，伊未困，伊特暝門口就，I mean 伊着下請甲伊口就，然後伊講嗬，嗰陣時伊朋友就是講甲伊白困上房間嘅啦，甲伊講嗬，伊冇有看到，無，但是伊朋友是看到，我朋友是聽到，那時。伊朋友看到嗰時，一般暝踩起來時看到一個查某囡仔褲底喺你講呢。我哋記你呢？一唔加叫請我朋友嘛？了？我係好了，我係好了。你叫王培咯？一唔加叫請我朋友嘛？你一件講緊嘅事，因為我朋友。成日掉下掉安尼一暝啊嘛，所以伊毋敢佢哋甲伊講嘛，伊就成伊咪伊毋敢困咗，然後伊咪看目睭，佢哋開目睭吼，伊佢哋看到本是當佢較平嘅咗，到甲那在早起吼，伊直直目睭，伊就毋敢困啦，伊就直聲看目睭，本是直直看到伊到甲早起咗。然後嗰陣時，伊就講，OK， 有另外一間房間，就是但面頭實有可能樣看到樣咪講啥，啊啥物樣驚嚇到別人啊啥物嘛。等到有一站嘅時樣講咧時候，另外一間房間，阮是兩個人困嘅吼，阮講吼，樣着個較甜咗，就是吼，樣特暝阮聽到吼，有聽到迄個錢啊，錢，迄個鏈啊，鏈嘅時候。living room 嗬，靠個接嚟伊房間嗰度，拖個接嚟伊房間。那時有一日嘅時候，伊喺你另外一間房間嘅朋友啦，一開門嘅時候，一開到一粒頭杯，一粒頭杯佢，那時樣已經掉下架嗬，樣。經條下個河破病，佢半年冇破病，我嘛是問講，係咪水路咪搬走啊？是叫，我那時講我是攞走到對嘢咯，個大啲病，那時伊講伊叫夜馬來參比啦，然後唔知叫係咪來啊，冇冇用，然後有一單嘅時伊就叫伊係你朋友嗬有會看到嘅啦。掉啲叫伊朋友讀嚟阿暝過暝吼，困啲喺你聽有咋？那時吼阿暝嘅時候，伊喺你看到嘅朋友吼，看到攞嚟喺你70年代嘅查某吼，嗰種70年代嘅人吼，話唔嗰啲背接嚟嘅咋？然後個唱歌，唱歌你知啦，迪哥我看過，唱歌我有笑到對，下了。你講之前，I mean 樣跳落嚟，可樣賺，樣唔是兩人賺嘅咋？因為樣一聽到人請樣，伊唔是唱歌，伊講樣一聲喊啊，好的，喊名啊，你好。哎呦，迪哥嘛是聽到你看咯，迪哥你唔是聽到呢？爽了耶！迪哥下，你就去講述呢下。有時候伊嘛是迄個黑橋，伊家己是人困伫門口嘅嘛，然後伊就看到嗰時候，伊講伊看到阮有迄個70年代查某吼，阮看到伊看到樣咗就，然後伊腳底行來一邊唱歌去聽，喲，企到呢邊唱去聽喎，迪哥，然後嗰陣時樣2年後啦，樣來搬走咋？搬走嘅時候，伊講是搬走。2年啊，樣到底係叫做2年啊？就是伊個講，你未了解我呢2年是安怎過嘅？因為樣，伊講伊為了愛陪伊喺你另外一間房間，因為樣正，I think樣正 friend 啊，啥物啊？然後伊
伊样无会搬嘛，咱就是讲爱搬吼，个爱啥搬物件啦，还是虾米啊，来另外吹过，啊，即经过呢办机，所以样无累啊，样就啥点买堆厝啊，换堆厝，然后困啊，就早起个了，人就出去个了咯。喏，你后时样搬那时吼，样一搬走过后吼，楼骹吼，啥伊上一个 unit 啦，特别是楼骹诶人啊，跳楼死。哟。yang一直看到报纸啦，那是一跳楼死的 reason 是因为 mental problem。maybe 有可能好鬼惨咯，有只济人吼，我聽過啦，成個係你老伴友啦，個住啊，微微話我定知個住講，人看到鬼嘅事是細漢嘅事，是想講個己 mental problem 可能，你被打喊啊，會被打喊啊，係個己自殺可能。就老朋友本是試過人哋刀愛自殺咯。就是哦，如果是做到成個你是小人，可能你個未甲人講個人個無相信你，還是人講你乜都有可能嘅，你可能未記得。要記你咯，錯個了，鬼嘢錯。แล้ว我咪對對這裡德國啊，德國如果係咪定住冇夠人講過啊？定住鬼子冇夠人講過，你鬼嘅經驗。我唔識講你。我講啦，繼講，我講佢。OK，會話我講下。嗱，我講成。我係講都講上嘅，總之我係講佢老聽。講。唔係講頭嘅主場啦，唔係啦，唔係講頭嘅主場啦，唔係啦，唔係。放嗰啲記簿嚟講。講佢哋咁啦。個小嘟嘟嘅小嘟嘟的，講，係咪是小嘟嘟？小豬嘟呢下，小豬嘟嘅小豬嘟的，小豬嘟係咪物件嚟？台灣嘅位，is stadium 嚟。哦，就 stadium 係咪 Star Arena？你娃娃不愛去啊？OK，嚇你講嘛？梅人啦，迄個是伊是。安怎講呢？無好想就頭先人甲我講我袂記啊，我驚到我袂記啊。記你啊，這你鬼嘢處。無真正記你 ，because 頭先你話你啲人講，話你講了，我就驚袂了個啊，話你。打無打我心跳一下咩？你知喎？只有這條歌。見啦，鬼嘢搞事啦！我覺得講過一擺啦，你笑掉先，我講過一擺。我係一個朋友，往遲去食嘅另一隻時，講講伊嘅一個同事，教我上公司本來特別我personally唔捌伊啦。伊講伊知道時啊，伊特啲伊 garage sale 時，我講地講唔嚟，講到見啦時，伊特啲 garage sale 要搬出。嚇？係咪嘅？你配合你配合你 music 啊嗬，แล้วลูก講下康搬啊噃。OK，呢時。咦？怎麼睇到見到先？我睇到唔是啦，超虎嘅聲啦。哦啊！快好啊！耶，咩嚟？你係咁啊是OK，你伊厝特擺人哋看到伊特擺講伊見哪係會看到。物件誒，唔是講看，唔是講伊見仔無件，伊細漢伊件講伊就是叫比較就是佚佗啊，比較就是佚佗嚇呐。你唔係講見仔成日家己幻想嘅 friend 啊，嚇咯。แล้ว伊度後尾上次到咧，什麼伊件大漢咧，伊袋啊，特擺講伊特擺伊袋成日是煞血嘅，就落來樓下時啊，就幾款車落來樓下時，伊袋嘅啦都聽嘅，然後是煞血嘅。你咪是被搬咯，樣件被搬出來啊，伊度做 garage sale 咯，就啲個卡去賣物件咯。แล้ว伊就見仔起來嚟買樣嘅袋嘅時候，成 garage sale 嘅袋嘅時，一頭看講，我俾隻起來面嘅係你見仔佚佗喎，到啲南邊嘅你見仔佚佗。你伊爸就驚咧，人家了貴 family 噶啦，到啲你個口你還會嘛？แล้ว無看到見仔特別講一啲就冇見仔，咁我俾佢揀你見仔佚佗，到啲厝南邊樓頂嘅嘢，所以特別加細緻淡薄。你告訴了咧？了 ，sorry， 了就你講，了即係自己講嘅事，德國講嘅事。呀，你 background 咪係啦，係咪驚啊？係咪？即是鳥嘅聲嚟咪驚，了。
驚嘅聲。OK， 我先講小豬嘟的啦。OK， 小豬嘟的。OK， 這裡是我人邊嘅專門講話聽嘅。拍落歌人講到聽。我專門講話聽嘅。是啲舊年last year 嘅事啦。嗰時我報應我把啲 project 做，所以一人做嘅 concert 啲小豬嘟咯。然後 so 而家講你啲 rehearsal 嘅事啊。rehearsal 是today concert 了，啱啱是 concert 了嘛。然後是早起我就啲一人就啲邊 rehearsal。rehearsal sound check everything 㗎了咯。然後到個 Apple 是3點幾。嗰時咧是佢 research musician 嘅嘛，some artist 是做 rehearsal 嘅嘛。然後大地㗎了，然後伊頂面 stage 咧觀眾席嗰邊頂面嘅是無人嘅，就是㗎了人本無人嘅啦。OK， 你啷就拍，你啷就點practice 咯。practice 抄前兩條歌是無數嘅，就真順啊，真順過。然後過了第4條歌跟第3條歌未記啊。然後又講problem 出來咯，就speaker 咧為 monitor speaker 啦，伊個自己聽嘅啦。monitor speaker 聽到是講有囡仔嘅聲，有囡仔嘅聲，我聽袂到伊人 instrument 嘅聲，你知道？你聽到一個囡仔嘅聲喺嗰邊理啦，喺嗰邊理啦。佚佗啦，就是講佚佗物件嘅聲，可能真係一囡仔嘅聲咯，如果一查某嘅聲咯，然後說伊人想講，家己 pressure 啦，嗰是上太濟嘅啥物啦，然後無夠困，也不是咁講咯，然後說咪理咯，咯，佢在 practice 咯，咪管你，and 就無啦，有 normal 都對啊，能夠在 practice 咯 ，practice 樣是隔了人嘅 monitor，隔了人嘅 monitor，你等陣你要解釋下人聽個 monitor 係咪 ？monitor 是講你就是做 musician 嚟講，是你自己拍，是你隔了係 band 咗隻，特別你 monitor 是你聽你自己嘅較明嘅，較大聲嘅。對。所以就隔了人本來是隔了拍，是隔了聽到自己嘅 instrument 較大聲嘅嘛。我說佢聽無你就是聽到囡仔嘅聲，你知道？隔了人聽到囡仔嘅聲 ，artist 唔是 artist 係monitor 是 earphone 嘅嘛，我不是聽到，不是聽到，說一按啊 ，about 10 seconds 過一部數啊，然後過就 normal 都對啊，然後再接落去拍咯，人無關係咯，然後接落去，然後拍個 last 愛了時咧狀況嚟啊，嗰時咧一種幾條歌呀 ？Sorry， 像幾條歌呀？像幾條歌嚟呀？像幾條歌交加阿妹啦 ，OK。阿妹啊 ，ending 啦。So 以 basis， 我哋 basis 就感覺無對路了。一排 tone 嘅了，一排 key 嘅了是走嘅啫，一聽到嘅嘢 key 是走嘅啫，走嘅啫。我靠，出 key 嘅聲是準嘅咯，就家己聽是走嘅。monitor speaker 係 this 伊聲條就一 pitch shift 嘅了。一 pitch 走嘅了咯就，所以就一排嘢無對路，我就問隔壁，就是問 guitarist 咯。你有聽到我 bass 拍走鼻青咯？無啊 ，normal 啊。我所以就咪管你咯，就拍，隔了聽到家己嘅聲，隔了走鼻青嗰陣，隔了走嗰陣 monitor 會走了嗰陣，就聽到查某嘅聲，就有人賣唱了，賣唱了。再講咧，再講華語啊！對，賣唱了，然後賣再唱了 ，stop， 我咯，我說一人就看落去咯，看落去 stage 下底啊，看無人嘛，然後就看迄個 console 咧，為 control room 嘅位啊，然後 engineer 就無蝦米嘛，第一邊真啊，有冇聽到然後那成啊？無聽到是講 musician 嘅聲都聽到呢。所以人就喺邊看啦，人就看到你 stage 下底，就講有人搬 section
A B C D 安尼款诶，侬伊人就看到 section C 嘅位，C 顶面咯，樓頂咯，樓頂咯，樓咯，侬攞嚟見啊，侬一個查某徛喺那上邊嘅人，上邊。OK， 我聽我而家一啲拍咗咪掛。哦，講我唔使講伊名啦，唔使講名啦。哎呦，你係反應哎呦，係我嗰時候講反應咩啦？我字頭講出嚟。好嘛，OK，F 嘟 ，F 嘟 ，fuck 啊！咩事？哦，我知了，是咩 ？F 嘟啊，喲 ，F 嘟，是咩？我知了，近下有一個 F 嘟啊。了，一個歌手是嘟啊。了，你捌看過伊特啲頂面啊？即係你冇記看到啦，就是你聽到朋友講啦，你都冇記住啊，知道？啊，對，是唔是我？唔講，唔是一人看到咯，佢到底四人噶啦，看到啦。對，就是為咗迄條樹，隔了為咗迄個 function 啊，為咗你講聲。按照你寫轉，按照你寫咧轉。我就冇見啦。你寫嘅轉啊！感覺就講下時陣啊，唔知是啲運動調嚟講話呢？伊寫的伊寫都冇轉啊！我講事啊，對，我見啊，咪驚啦！你邊啊唔是有人咩？你咪啦！我家己一人咧，我唔都驚。伊個長我見啊！應該準啊，真係厲害哦！係啦，應該準啊，真係厲害哦！來，我看咩？我 experience 我 experience 是 hotel 入邊嗰種，所以我你講下，你講，等陣你燒掉先，我嗰邊每一個一個做水爐，看過下伊個係咪物件？幾個先？做水爐。做豬佬個講下，做豬佬個屌，做豬佬走去啊！做豬佬冇去哦，其他咪就啲之類呢？咁樣人對有事，但反正人看呢，哎呀，OK，對去了喎 ，sorry，當然但反正落幾個數就成日看呢，當然個了 connection 對去啊，跟佢串。跟他穿隻炒糊呢嚇，炒糊店呢，穿個了對個了係啊。是講我這邊無貴啊，但邊你嗰邊無貴，我這邊無貴咯。但我真係接咗啲拍到啲人個了，嗰最下我冇接到最個啊。我接到人個了啊未啊？個了貼一下，嗰最 miss 住哦。我唔知，個了人對起個了，跟我㗎即係。即係做豬佬對，跟住我家一本即係就是炒糊無斷嘅，攏加了斷嘅啦係。但係攏嗰邊有無咩物件，無咩好事啊咯誒。Line Malaysia Line Hello， Malaysia Line 是咯，安怎會變嚟講？唔知是斷嘅，唔知是依線未好事啊，是有垃圾物件插亂亂啊。Shit fuck。shit， 等陣，我會唔會得即係做豬佬啊？哎呦，佢真對啊！哎呦，佢真對，微微娃娃佢真對，唔係啱啊！你話微微娃娃佢做豬佬乜對去？但係你係邊 clear 咯？你係邊冇行咯？都冇對嘛？知道？唔係，我把你。OK， 等下做豬佬，等下接到啲做豬佬佢教會話話，特別係人哋可能講幾個數喺 internet 係查亂嘅，แล้ว等我看即係你接通嘅我，แล้ว我妹阿寶妹即係看到下邊啊做豬佬未講得，所以我當然一頭叫即係炒糊講。炒糊啊！我無了，你無了啊？好 ，OK， 叫我妹幫人。我無了。啊，你好，即係直接講咯。好，這裡葡萄汁呢？葡萄汁。葡萄汁。我講嘅是無驚啦，我講嘅是，
人啊，你講你嘅真是無驚，告訴。講下。佢意思講，伊大食底呢是大一個老群厝哦。老群厝伊生囝是哦，了你知講生囝是運無好嘛對。對。所以阿妹啊，就2-3點啊，你講咯，伊就看到啊哩有一個物件啊，是搬新的咯。伊是干那3班4年咯，了伊就聽到 before 伊過哦，伊樣是講飛過啊，安尼嘛飄嘛。飄過。那時候呢飛過啦 ，before 伊愛教伊啊咧房嘅時，伊聽到啊咧聲咯，伊聲真大聲哦。伊聲就是迄種物件聲啊，真大聲咯。做聲啊，講嘛。一彈我聽我唔叫我迄種嘅聲對啦，有你看呢個真大聲咯。那伊就看到，哇！伊是勁啊！你講呢，哇！辛苦，嚟飛過咯，飛過啊！伊就特別因為伊面前以前是無係安講我嘅面，แล้ว伊就方向啊啲物件哦，搬新嘅帶伊咯，用伊就說帶伊阿毛菌咯，伊帶了伊阿毛菌，伊袂出聲嘛咧，因為伊運氣無好，帶到伊講無人聽，所以伊只驚伊嘛看伊。多手柄咯，你看你多手柄啊，有兩個物件帶了伊，阿哩查甫啦。就講伊迄間老群厝有影是，有影真壞咯，烘到就咗啦，真垃圾。所以伊過後伊成驚個目癢哦，伊講了呢，伊本就講伊即個故事真壞對哈，所以講就成驚有，就講愛嘅安講有物件好啊，無影。你換嘅，你是講換嘅，佢企架你會垃圾嚟啊！伊講伊等嘅聲聽，你講我聽種嘅聲我聽。就係講我唔敢等，我咪รู้我出嚟人群啊嘛。意思查某嘅聲，安尼啊？無，意思加 medium 嘅聲是多重音嘅。無咧尖啊，特別是漿嘅聲係咩聲？對咯，伊就另外嘅聲。安尼啊？伊講，安尼。伊是真起風嘅聲，伊是甲我按 describe 嘅聲咧。伊講真大聲真久嘅哦，伊真久嘅哦，你一般先安尼飄過了，伊帶伊我嚟講，我伊講。有影，伊講啊，大刀講了，伊就講啊錯咯，因為這有影生囝是。我就要猜講伊講嘅聲是到底伊是真起風聲咧，呢哦，是安怎？伊成講我哋講啊，了就比是真起風嘅聲咯。另外，因為伊聲順佢哋 building 嘅講就。所以伊走嚟走去聲，你聽走嚟。我哋 building 真加垃圾啦。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 scratching 嘅聲誒。嚇，是鬼你真假呀？你大媽你做，但係啦，做水咯，無關位數，我冇出聲。做水咯。不，大媽我講你講你炸哩啊！你講你炸哩 scratch 咯，你看到你炸哩。哦。你呢個係咪其實講過做水螺？有兩例啊，都聽到你，你是跟嘟一。跟嘟邊頂嘅學弟講學弟先，講學弟先。喂，邊頂嘅。唔係啦，學弟唔係啦。邊頂嘅學弟講下。你咪是學弟，跟嘟咪是學弟。OK，講邊頂嘅學弟，咪講下一件啊，看我條 edit 啦，你就問抄字bài嚇。OK，咪講到一件。抄字bài我講。嚇，咪講抄字bài。你係講。咪講到一件。嗰啲抄字嚟字哦。未使。問過條 edit。邊頂學弟對邊頂落嚟 ，OK， 邊頂落嚟 ，OK 仔啊。OK，你學弟咧，伊樓下咧有卡拉 OK 㗎咋？嚇，要試我知道條嘢。亂計。我知道條嘢嚇。我覺得到卡拉 OK 裏面做工嘅。哦。你喺卡拉 OK 房間咧，伊迄間學弟有數嘅咧，伊學啲伊卡拉 OK 其中一間房間咧無人嘅咧，伊waiter甲我講，有時時間看到內面有人唱歌咯。嚇。
他就講起咧，伊 manager 就講咯，講伊樓頂伊早起是個樓頂 reception 啊嘛。你講樓伊電話啦，迄間房間無人帶，直 intercom 落嚟啊。แล้วจะคิดดูโบราณตัวมาแล้วก็จะชาลอนี่จะตา因为อินเตอร์ก็มีซิสเต็มของตัวเก่งพาล来嘛对เดี๋ยวจะ講我做工人忙做人嘛อะไร不做人นี่咯特別一邊伊卡拉 OK 只那幾啲啦我คิดตัวแล้วมันจะกินต้อง做個2點幾3點半咪嘛แล้ว嚟冇ตัวแล้วไปกิน去過考個會แล้ว只那幾啲เป็น只那幾啲啦你你自己捌經驗過啦，你是做工是人甲你講啦，到睇邊回事？你是我是聽過一個 waiter 講嘅，แล้ว跟ตู้咧是我自己調嘅。你講下。跟ตู้咧我唔得我啲咧 first ตู้就知咯。first ตู้ hotel 免就會講嘢啊，我咪就 edit。OK，แล้ว喺邊咧，stop 半秒出嚟嘅水啊，到啲伊做人啊，嚟講過嚟到係啊，國卡機，我做人要學 review 水嘛，我就係水咯。แล้ว我看到就特別看到伊冇一個 shape， 冇成個人，可能伊成你在 bus 冇咧 all end 啫。對。伊成個鬼片係一個 all end 鬼片，可能頭邊嘅一個杯，慢慢杯，我看到。我都冇比很長，我都講看到。伊隻鬼咧飛呼，頭邊你冇識冇變冇成個人咧，佢哋全部係咪夾一個杯啊？伊特別伊咁是成個 end 嗰陣飄去，伊 movement 成隻真正 deliberate 咧 slow motion 咧slow motion 對啦，伊隻物件伊未散，伊隻人把冇咧 all end 伊隻飛呼食，可能慢冇咩散。伊隻一步慢慢咧鋪過，伊唔是講成個煙啊，可能係我知，我捌看過啲電視機啊嘛，翕到物件我捌看過，可能冇咧。伊隻伊冇成，你隻煙佢就是鋪起去，還是飄咧，伊是shape 嗰陣是散，伊 shape 嗰陣是上特別啲 drift 去到邊去這邊。這邊都俾人鋪過。你就看到你再講是冇好勢啊啦。我知啊喂，因為我自己學到，我自己房間多點先咧，我就知冇咩對片，因為我就多入邊整點先好。伊就已經肯定開水，肯定冚水，肯定開水。咁我知啦，我冇出事，我冇驚嘅，因為我冇出事。แล้วมันแล้ว出嚟，伊可能是冇一邊真係阿三都知嘛。แล้วมันแล้ว出嚟潛水點先是，แล้ว係物件貴咯，到你做人面貴，人都看。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กินว่ากับว่าไอ้ตุ้ย點先是，咪係落去樓下去 check out 咯，check out 啦，因為往點先搞 check out 啦，誒把3點嘅ตุ้ย嘛。แล้วมาตัวรอบิเจียวแล้วจุดเดียวแล้วไอ้กวาดฟิวมาแล้วเป็นตัวขี้เหล่าตั้งอี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ยืดเต็มทุยแต่แล้วมันได้แต่เองได้บูทูมันแต่2樓還是2樓別記啊แล้ว就行出去哦行出去แล้ว伊做我行背房間啊我講都冇上線伊背房間迄一樓冇人住啊就係幾樓冇人住啊企喺房幾樓冇人住啊แล้ว幾樓冇人住就冇奇怪是我企喺背點先แล้ว我覺得人收學校啫แล้ว每我誒呢部收學校每我愛 review 水伊講呀不拉講附中แล้ว我行去咯行背 review 水 review 到邊啊房間幾排啊如果佢學得房間應該是一個 handle 佢咧實開就開咧嘛對伊做甲成個人誒apartment誒厝誒門外口陣鐵門迄個鐵門咧伊個夾條鏈啊背鎖個係鎖頭鎖個幾呀，幾厲哦！小誒日睇連鎖一本吊車鏡。冇，唔是你唔是 creepy 啊！你咪看過，你咪見到 hotel 嘅嘢，你鐵鏈鎖掉，你就是講俾三人接嘅，一間房。一幾排啊！你咪講我看過。你那有人安尼款到？伊插門，外口一個加一個鐵門，一鐵門一大啲咧鐵門嘅咧，嗱鎖了沉鎖頭幾排啊！幾排嘅房間啊呢？幾排迄一角咯啊！往 review 水迄一排，尾我樓梯位啊！哇！期間邊看見啊，冇幾長啊，水行潛水線啊，冇幾長啊，冇插呢個走線啊，咁樣行出去頭路去，你收落下人冇啲。呀，收落下唔知是人還是鬼日本啊？大媽？我個妹係講話，佢話湖中，大家湖中嘅。Hello，湖中，冇拉更。誒，你去吹 stage，間鋪有人去翕過咧，邊位？呀，間鋪 KL，有人去翕過。翕過呀？物件，documentary 幾物件嚇，一去啊，一去翕啦。迄間 hotel 本是大啲跟出位，特別唔知是應該是無寫
咯，迄個嘅呢條，伊人嘅房間門口有打人功夫打到做少啊！喲，啊，迄個翕我半暝一堆堆。誒，這是唔是香港嘅翕？迄個怪談嘅翕啊？不，是怪談是怪談是 OE，before 怪談是伊人台灣嘅 KL，唔係 KL 本地出嚟。我本地出嚟翕，我看話你識幾領啊？係咩華語咩功夫嘅啊？講功夫有來請條查某穿sexy咧，去做咩去鬼厝去探險啊？可能你看過哦，你看人看過哦 ，VCD 咧去做嘅。我未記伊名啊，你別記你看即我放出去，等陣你看人看過，人 reply 你啫。我去買 VCD，伊唔得4地幾地呢？然後一請就做咩查某？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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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咪嚟？鬼厝。個 Oh my god 係咪鬼 ？Oh my god！我本來看到 Oh my god！誒，迪哥，你特乜叫我？是唔是係咪物件嚟？咩嚟？你叫我係攞嚟係咩嚟？白機咩？頂朝我甲你講嘅係勁咯。特別要翕到鬼哦。個運動沙雕我係吹出來翕到嘅。真係冇啦。我係吹出來。真係冇鬼啦。真係雕冇。冇邊啊？你看 right hand side 係係一間冇開開嘅啊。哈，一間啦。嚇，就是係一間咯。哦，你我看到你另外一條是開開嘅啦，上一間房間啦。嚇，對，就是一間咯。哦。係哇，有一粒架。有我驚。其實我要看你看到嘅，你去吹下哈。有我驚。我吹。sorry，特麼？就是我哈，特麼？自己講一半，即個做落水，做水落，做水落。你叫每看，應該有人看過。佢咋？你知名未啊？我未記起名啦，我伊差唔多成鬼談可能特別一做咩吹查我前個地。特別是馬來西亞嘅 production 啊嚇。馬來西亞翕嘅掉 Q，伊公司冇錯嘅，其實 VDR。哦。OK，我未真係電各位聽，唔是忘記 VDR 是 VDR 咋是 ？VTR 咋？有浸即應該是冇錯是攞清，唔知攞清 concrete 先啦。伊做咩翕安尼翕咗奇怪怪啊？你有翕啲紀錄片咁樣嚟嘅咯。哦 ，VDR。是唔是幾天查某嘅？幾天查某攞晒？對伊查某淨係就食啲就翕嘅。YouTube YouTube 我唔知我未記名未 search 喎。攞去吹看啦，直教我講，攞去吹看。有VCD 我唔得掂到去啊，我係揾一幾下咯。係啦，你就 download video 下 email 嘛。就是我唔得掂到去，我都搬厝搬啦，咪間亂㗎啦，唔得掂到去。哦，而家邊個翕過嚟學到？我只見咯，只大媽直講你炒湖講係啊。你講只其實看到嚟咧，厝搭掉咧湖㗎了啊，你過年嘅湖啊。你看你未成幾年我唔解，但是講無幾本好啦。你就是去一位啦，學到時邊你看到一每大條湖，我唔敢咯，我唔敢用咯。嚇？就錯啊個字咩？係啦，我唔敢咯，我都唔敢去咯，直頭。誒，特別有時無法度就好，無法度就好呢。嘅你，成個時講都，但是講係鬼個都講話呢。按咗講話。別啦，冇得應嘅啦，真係。你聽到印度嘅話。哦，回大陸啊！你講話是回大陸啊？嚇！有驚。到你酒店嘅位。嚇，講話。我應該是有講過啊！我是知道嚇，我係講嘅知道。啊，講。你就係到你跟讀嘅學校嗰邊。然後一人歸我人小學同學去旅行嘛，到你畢業。這是旅嘅學生，還是旅嘅畢業？唔是 basement 啊，唔是 basement 啊。唔是 basement 嘅，特別當今是較懸嘅樓啊啦。แล้วนี่嗬，伊是安尼看，唔是我出來是你自己我細漢嘅，我係 friend 嚟，咧伊就教我，伊人就驚，แล้ว伊人就講告訴我聽咯 ，the next day 那時咯，咧伊人是安尼看嘅，4個人一間房間嘛，แล้วนี่嗬一大嘅房間咧，嗬咧伊人就佚佗咧，Uno 嘅牌，你知喎，last time 係咁。你暗暝就到半暝咪困咯，牙帶啊咪
困咯，然後伊就聽到講，伊會在經嗰邊吼，安怎有水流嘅聲，水流嘅聲，然後伊人就去開門去看咯，就無物件嘛，แล้ว無物件啦吼，即係是伊人佢在到端去佚佗啊啦，佚佗啊，佢在成日有人爭議嘅聲嚟看呢就，แล้ว伊人其中一個人就真起哄啊咯，就講。伊人 actually 直驚咧，你就特別伊 still 伊大聲講咯，伊講誰在裡面？安尼看到就，แล้ว時間人就淨聽到講沒有人喎。耶，人都聽到人講沒有人啊。啊，沒有人安尼看，แล้ว伊人慢慢撞出去啊吼，แล้ว一頭唔敢轉去房間困。แล้ว所以呢吼，對แล้ว。ก็就是講這擺是我家己嘅，我帶隊啦，我帶隊咯。แล้ว一班嘅 student 呢，就唔知安怎就 phone 我咯，就真正 emergency phone 我啦。แล้ว我接到電話時，安怎有聽到聲嘅？窸窸窣窣嘅聲嘅，注意聲啦。哦。แล้วรู้จักจ้ะอีกินน่าจะโผล่หลายแล้วหาวอ่ะฮะแล้วอีแต่หาวอ่ะกินน่ากุยปานนี่จ้ะจุยกุยปานเลยนะรู้จักกุยปานกินน่าเตี้ยเป็นหาวกาปอนซีอะไรความนั่นจ้ะแล้วมาเดี๋ยวแชร์กันแล้ววะแล้วอีหลังเลยโฟนนี่ก็加吉利耶，吉娜老师他们讲他们见鬼啊，他们看到有鬼，你看到就，แล้วว่าแบบซิมเล้งกี่เจ้รู้จักเขาจำซิม是到跟รู้จักซิมจะเล้งกี่เจ้ว่า就錯แล้ว就แล้วว่าแต่ไก่講哦你不用緊你等一下咯，แล้วว่าKiki咯，แล้วKiki然後咧見他就點好咧講一聽到我甲另外一個老師嘅聲，哦，到每個口，到每個口是到呢個位，特別開出去嗬無人，哦，咧特別呢嗬一人個有聽到講有腳步嘅聲，哦。那就卡步嘅聲，卡步嘅聲行過人房間嘅時喎吼，แล้ว伊人就聽講是就聽講是我人愛去 check 房間嘛，你講那就 spot check 嘛，แล้ว你見那就 phone 我其中一個打波嘅，見那就 phone 我伊就講伊成梅話就係講冇伊接 phone 嚟嘅時候，伊講嘅伊人聽到鬼係咪啊？咧伊就梅話你現在在哪裡？你講那就。แล้วว่าก็บอกว่าตอนเราด้วยแฮนด์โฟนน่ะโฟนเขาไว้แฮนด์โฟนแล้วว่าเรา actually สิตัวแคชิโนจะแต่พี่ไม่กล้ากินนะกองแล้วแต่กอง我在下面我在走着什么事啊？你看咯，แล้วไอ้กอง沒有他們講看到你聽到你上來อันนี้看แล้ว我話掉車機還沒講掉話都就係人聽聲就，แล้วกิลี่是到這邊啦，แล้วKiki是就เอาแล้ว另外一間teacher 呢邊來了，แล้ว伊就講伊人就講先聽到腳步嘅聲，行過伊人嘅房間，แล้วafter that時呢伊人就伊人就冇去議安尼做，แล้ว特別呢 because 伊嘅房間是較晚 lift 嗰邊嘅，แล้ว所以伊人會聽到講我人哋開玩笑啊！你看咧講話特別大聲，你就特別開門出去嘅時候看無到人，無人。我捌聽過就我就是甲看你鬼戲嘛，樣鬼啦，就真正搞像個樣叫做咩？唔知咩叫咩 form 咩啊？樣就是個利用你識嘅人、在嘅人，或是對你朋友嘅聲，就係佢嚟做物件啫。對，แล้ว就是講對青。秋虎講佢哋古講講落愛嘅物件，佢哋點啊？佢哋咪講嘅佢哋戲啊，讓除掉伊嘅靈啊。得落。佢哋 forum 會。OK， 等我 chat room。OK。YouTube 嘅喎，我驚，等陣我 copy link 先 ，copy。link 我俾數啊。OK 得。
你俾財路啊，你等係見咩都盲驚。個驚個俾看咯，真係。我咪講，關鍵嘛，關鍵嘛，咪你困啦。真係 OK， 真係。免驚，迄無半項嘅。喂啊，我係見你到喎。面個一個嘢啊 block site 咧，即係咩啊？我驚喎。驚啦咪看啦，好先。迄無半項嘅，準迄無半項嘅，要頭到尾迄無幾後少嘅。哦，特別是愈看到係隻位來啦。特別講事嘅事，伊人即個個了話翕嘅啊，嗬，個了時候少啦。係啦，睇女也好。啊，迄無半特別伊學掉真係恐怖。3點。唔係啊，時啊，3點啊。嗱，呢個係7月22日7點。嗱，我懷疑啊，喂，使咪呢個有睇死個細路哥揼死個士多人嘅啦。依家咧，我唔知個啟示係代表咗啲乜嘢，可能咧仲有啲線索，我哋會知道嚟緊仲有個細路哥可能會浸死嘅，係點樣？街上的歌嘅聲呢喺裏邊咧，只肯打波。幫我哋手去再睇下有冇呢啲嘢。嚇，掉啦，撞到你公司嘅掉啦。哦。特別唔是地學仔，唔是地。哦，我快自己吹看。啊，真係，我唔知講馬來西亞人咧搞做呢 production 咧哦。哎呦，即係關餐會做先，咪翕嗰度，真係嗰度。特別我感覺到是假啦，即係伊人翕無嘅啦。我都冇翕到物件啦。有一個患奶呀，有一個患奶呀，做甲家己只 professional 嘅呀，呀，蝦米機器啊，個料啊，迄個愛學成個按摩啊，那款嘅啊，梗係無 make sense 呢有嘅物件。做咩事？because 啊，伊人講下面時候，伊講若是講你翕到啦吼，真正濟成個點嘅灰啊，那款啊。嚇。伊人 consider 佢啊哈，伊人 consider 佢是佢物件啦，咁就。但係嗱，問題是講啊 ，sometimes 翕到咧，嗬，有塗粉落去嗰種老厝啦，係咪？啊，可能特別有。特別伊人講嘅，樣特別有 debunk 咯，樣 debunk 就是講時我這朋友樣要吹，樣要看到這裡是塗粉，到就是伊講塗粉樣要翕只隻塗粉是安尼款嘅，嗱伊惡咧是紅險出聲，或者你翕到佢那條聲有啲平用時是無嘅，就無看到嘅，就講你過一幾 second 又可以，個咧一點無個咧去，有啲紅險過嘅，另個就聲我無個咧去啊啦。伊毋是講干了嚇，你喺往時都特啲翕特啲 video 嘅時呢，伊嘅電當時是上個大媽係你即落做羅水做水佬講嘅嚇，伊嘅換成個咧哦誒嚇，伊 movement 成咧，伊你看到一隻粒物件後伊咧。哦，那刷起來，伊無想講飄，然後你就對，上底實是我感覺就講係你架 laser light 唔知係做掉。有個人，特別有人，一人 study 咧，我咪就去讀看咧，我咪咪驚。是講，我是無驚，我是第驚，是成講看到影，然後我就驚。哎呦，我有時咁就驚死。我聽一禮拜嗬，我看你幾日戲時啊，伊翕到一人嘅手嘅柄呢，伊去一成個人成個人係 Fort Commonwealth 那肯定有啊，你知啊？哎呦，黑柄到只隻，不當對人去。伊上啊，伊有一坑，伊上一坑咧，可能你是拍箭嘅人嘅位就 fort 咧啦。你去到嗰時，伊嘅南邊條，伊看到伊有一個人講，特別伊看，伊有聽過啥物物件。伊講紅險時看到物件叮當，伊無看到啥物，伊感覺到啥物件叮當咧，伊就隻鏡就走出去咋。特別人翕戲嘅時，有時紅嘅 infrared 嘅 camera 翕啊，所以咪是看到青咯。你看到伊嘅迄個冰嘅一隻手呢？落來，你一家裡安尼壓起去就對一保險，肯定就。你看到伊手一家裡講嘅伊家裡，然後落來，然後起起，然後喏 ，about 2 seconds，然後夾落來，那個叫就對險。吉利咯，樣無特別啊！我看你戲啊，翕安尼這 episode 啊，無講上冇有嘅就，我把你哦 ，N 是不到下邊會看到咯。你陣陣講起這個，我想我一項物件啊，邊頂有一個叫做 War Museum 聽過有？啊，啊！我聽一下，我裏面有迄物件。嚇講
我想問一下哈，等陣 ，sorry，雲吞嘅名叫做係咪都係實答好話即係哇唔準啊，嚇雲吞嘅名你答好話啫，做咩事？because 我會記有一個 YouTube 嗬是當佢哋頭先伊講你 War Museum 嘅，你講係 War Museum 啊？安怎物件咧？我是聽人講裏邊有迄物件，我冇記哦，安尼應該是有啦，應該是有啦呢歷史。唔知真一人寫了，有一道是往傳媒都我是翕小英文的嘛。哦，你不是寫小英嚇？你往傳媒都去嗰邊，伊唔加翕，伊頭走，伊講放埋就去。哦，手機啲是恐怖啊！你咁大就係為滾你都知，我唔係講對面啦，為滾你都每條河路都知，知咩嘢？對。咁大地滾你咪知咯？知嚇。就每河路迄邊裏邊有你都知。哦，是咩？我冇去過喎。迄邊裏邊有，因為古早我家己人在裏邊做嗰邊做店嗰邊物件嘛，唔是嗰店意思啊。古早就係伊就係開店，先是有你餐廳啊、西餐、中餐，另外一樓是做卡拉 OK， 做一個紅嘛，古早。對。伊卡拉 OK 裏邊嘅 BRO 啊，換衫點先啦。伊頭開賭嘅時候，伊隻手頭袋賭會伸出來掟啊嘛，嗰陣頭蝕去。伊將咧，就個有高點有咩嘛，有體場咁咩嘛。自己看到就話冇管掉落外就呢手就掉了，就我蝕去佢。然後可以請人門腰，然後迄邊嘅吉唔掉佢，伊吉困點先啱啱困點咪是加冚一樣加歌名咩嘛。然後就邊過咧，一邊困嘅一頭都做夢嘅，做夢對電一隻。在啲電梯裏邊練路啦，係咪物件？你揸起嘅點先？伊夾嚟夾住啦，我揸你，伊聲可能照佢我揸你掉了啊！伊頭生嘢，然後我家己人看，哦喲，伊掛只可能照佢，因為家只個天個看咧，然後成日有過揸你伊混人照佢家只咯，然後就唔會講，因為我走去做幫可能照咯咯。你而家只伊阿妹，伊辛苦冇嚟食。就是有過條混紅混，你講天嘛？伊頭生樣個看咧。因為都講有人照顧路很咯，因為我點我就咪我困住我做夢，就是夢到可能講咯，得電梯裏邊，係咯。然後伊對面我係講佢哋白人嚟講笑。會使，等下你講成，等下你講成，或者做落水講，做水路講成。你在伊對面就是加白咯，嘅真出名，打嚟餐廳嗰啲。哦，嚇對，準特嘛然後應該是真一人在這個故事，迄邊咧。伊加北啊，上地啊，要一樓 A 二樓，一樓 A 二樓 A 三樓，應該四樓A 啦，迄邊加北啦，因為都普通日子是一直早起人北咯啲，了貴咧6點7點咧，古早有什麼咁大啦，了有打你去帶一隻硬啊嘛，裏邊有隻。你到底麥當勞上面看到嚟看到伊啊邊嘅北京人。對，了。唔知幾點起，迄邊就無人嘅啦，所以無人伊加白可以，伊是一樓 A 二樓 A 三樓 A， 所以入面講一站是2樓嘅，一樓 A 就是2站嘅嘛。所以車是白面膜嘅，都普通是只是唔係講拜六拜六啊，就普通是只無半暝定是白面膜嘅啦。但係伊北監的第幾站嘅咯，然後迄邊一 skip 過咧，迄一樓唔知4樓還是4樓，一掉開開了嘅，有人看到物件嘅數。然後有人在邊做工啊，唔係講咩人啊，了。因就寫個做工嗰陣都係去倫打嘛，別使騎摩托又行落去倫打，嘅是多曬去倫打，因為樓頂有隻字，人換車去樓頂做好事嘅就幫咩？哦，去咩拍即係去正上班呢度車嚟啦，就是你有人拍車，有人壓落蕉啦，兩邊嘅隻字，人即係嘅電腦嘅多曬去倫打咯，然後人行喺邊啦，佢就人另外一吊櫃咯，吊櫃講。看到隻查某啦，你叫應該有人知，但係都放出去應該有人看，有人 reply 咯。伊查某是獨把刀嘅，塞正路車，穿紅衫，點人看到嘅。就4樓A 個未記啦。伊安怎看到你講咩？伊看到隻個另外穿紅衫嘅。做工更加不看到。哦，看到阿咩？真係看到咧，是個另外咧，教我係問講嘅，然後看到咯。我哋講看到查某點樣看到一個查某穿獨把刀查某穿紅衫，塞一個囡仔路車，然後 customer 冇 complain 過。哦，customer 冇 complain 過。唔知一把看過啊。了
了就是當佢兜起咧，迄一站 even 啲車較就是北樓卡嚟嘛，當佢兜起咧 even 啲車無北喺邊，迄一站佢 even 攰起了，了人輪打人咧起價一站呀 ，OK， 伊就要起價樓頂地位10幾樓咯，地位一站 restaurant 嘛，restaurant 樓卡是900蚊嘛，因為一電梯起個地位樓100萬行落來，行落來哦，不行喺一樓人 skip 啊，人頭過來一電梯嗰啲落來，其實樓又唔敢行就啦。你話跳樓幾嗰邊？即住人話如果行領，我看耶。Poviglia 哦，我捌聽過這意大利呢。Poviglia 我看過咧，我看咧鬼戲是捌去過門。啊，這就是路網嘛，你個叫啊，就這咧鬼物件。但係意大利為係一隻 island 呢，伊就自人死過，定當然破病時人好像劇邊大呀。我把報上人看這 link 嘅啦。佢就小英這邊，我驚，特別小英時我都冇驚，我驚落嘅時候，噔到我邊你出來，我死去。Paranormal Studies， 哦 ，OK， 我看過啊 ，OK， 那使小算，我驚哈，就是要爆槍，我係爆槍淡薄。Hello， 係咪數？你叫我問下啲名出嚟，就俾我直頭 base。OK， 咪見講。我跟你講。嚇。OK， 你講頭先我講伊講係咪伊手伊嗰邊有手印呀？係咪手印？頭先啊，你學係咪學水佬嘅講？學水佬講。叫佢咩？但係叫唔叫佢？做水佬，做水佬。做水佬啊！家姐有手印啊！一間人呢，可是伊個阿毛官有迄個 love bite， 知鬼啫。哦 ，love bite 哇！伊呢來這邊嘅 hotel 度，應該是這邊也是到一個 hotel 啦，紅色嘅啦嚇。了呢伊就大 ，because 這間 hotel 是真正出名有迄個物件了嘅。了呢伊了伊啊，裝你大過嘅。耶咪，我知。我去跳是大嚇。對，你真係驚迄陣咩？你講你唔知聽到迄個 wheelchair 嘅聲，咪死嘅聲。對，我開會困過咩？了伊呢就是困咧嗬，伊就 feel 到講，安怎我袂記個數啊，特別伊會 roughly 成日看伊看到物件徛掉嗰邊啦 ，because 是看人伊會看到物件嘅，然後 after that 時。過後時，伊就買去理伊咯，買理伊啊！嗬，了伊就迄個物件就來帶伊了呢，伊迄個鬼呢，嗬，就直頭幾時會咩嘅位？嚇，了伊鬼名伊無困了，伊鬼人到查甫來嚇，查甫來 kiss 伊 neck 咧，伊 neck 嗬，跟住時。有留食咯，了迄陣時呢，本是伊來人見面那時，就你個會記哦，你有看到伊呢哦。注意，哦，我咪講伊名啦，哦，我知啊。那就係見面那時，卡拉 OK 講個成個鬼咧。哈，會記，嚇，伊唔是攞來變咧。哦，我唔知講到底喺你邊咧，係一間木屋。我同你講下，伊無困到就 that time 伊來拄人拄面嘅時，伊無甲我講嘅，完全無困到，嚇？伊無甲我講嘅。係啦，伊無講嘛，伊到我節目裏邊講嘛。哦。了，規暝無困哦，那規暝無困啦，你無感覺到講伊面色無水嘅咩？伊些人就善，我會感覺到講啲人就善，แล้ว特別唔知伊係咪算啊？แล้ว到底是伊就講actually 其實伊是無困，伊袂使困，伊困咧吼，迄個物件就愛來甲照伊。所以一頭莫困咯。安尼咯。你喲，死咁多我想講物件，特別嚇，佢講，我想講物件，你嚟講誒。古早就這樣啊，馬來西亞有啲播咗叫做 live 播，就係星生活包啊。嚇對，要出過一個電話戶頭，要出過一個電話戶頭，
能看到，無即係應該無久年，應該看10年裏面啊，伊出過一個電腦頭，唔知幾個狗，唔知訂咩幾個狗都 send 去啦，拍了嚇 ，hello，我 try 佢拍啦，我 try 佢拍起啦，你隻名嘅咯，有聲，微博中我當只做小嘅，一拍咯，一聲痛啊，嘟，了真係奇怪嘅聲，就咁。嗰陣喎，你我腳邊個拍掉，你掟龜子講拍冇嘢，依唔知掟龜你搞啊，就是有人 testing 掉，我唔知啱啱咧仲少去 testing 了，一叫記者出咗嚟新聞，你去看到是有人會記掉數嘅，只大條我哋就依唔知掟，如果嘅 handphone 拍咧掟龜你搞好，你龜刀係搞好咧掟 stand，你只做笑呀你？我龜咪講就做笑，係啦，你冇上線嗎？係啦，你實在未去，實在未去。你看咯，怪人咯。我做水咯，我知你是，我把你個知你是水啊，你做啲 Facebook 裏面嘅嗬。是啦。我把你個知呢，我把你接呢。有就是拍，而家一燙嘅時，燙嘅嘟，一燙啊係啊。一直像有人按咗，你冇講話啦，特別你就聽到一直燙咧，人按咗點聲，一直聽到咩，成日人燒電帶燒火氣就，玩咩啊？咁咪咧聽到，你咪咧，一般咧大聲，一陣細聲，แล้ว一般咧亂揾，แล้ว都聽到，咪แล้ว鬼喺度蹲喺度聽到成啊，一聲我講嘅成啊，真係，就攞起就喺度掉啦，แล้ว咪咧斷氣，斷，แล้ว有時拍痛，有時拍未痛，但係。冇可能拍通，安尼一個狗嘅電話冇可能拍通嘅。你話冇上線，我幾邊，因為我裝個 try 嘛 ，try self 嘟 ，try max 嘟，你個 try 就係D 嘟，拍，有咧貴，有咧未貴，有咧有時貴，有時未貴，冇得掉嘅。真係奇怪啊！而家我冇變咁做嘢啦。不知你成日聽到做故意做怪，肯定未見，不知你個到底嚟咁樣講啊？都係幫問聲啊！嗰時我同嗰時就未，係啦，你笑掉你。呢個門口你啲朋友會看到樣去門口就幾個手不到。แล้วกูสตาร์สองสิกูสตาร์是ตัวที่ไปหุ่นซ้อนรู้จักไปหุ่นซ้อนใจให้เป็นมันหลังไต่ในสีหลังแล้วแล้วจำจำเสียสิอีหลัง唔知ไต่ไปกี่年อ้อที่ไหนสิบุรังกี่จีนมีคนเบกี้ละแล้วอ้อที่ไหนสั่งอีกอ้อที่ไหนแล้วอีเขาไต่กี่年อ้อที่แล้วบุรังกี่กี่รู้จักใช่สิบุรังกี่กี่เนาะแล้วอี出嚟做亂就報咗出本，你報咗出本。喺邊就喺邊度喺邊100蚊人看網面有 complain 咯，講就看到喺面件面咯。你話一個朋友就做曬工嘅，就好笑嘅。一做曬工，唔做曬工，就做曬工做南網路嗰條。แล้ว呢度聽到小時咯，แล้ว一時算做好心啦，你就有喺面件嘛。一度傾累咗，隨個人去傾累啊，就去請。你多啲上山啦嚇。我唔是我讀破啲嘢，是依邊嘅人 complain 咧，我唔知因為做緊即係就係講緊物件，有起邊有小事人啊咪，有聽到紅聲嘛，有聽有鬼出來做亂，有有隨個人叫人大話少傾累啊，一人傾累啊，有俾物件去擺啊咪咯，有因為啲人擺搞你去上咗甚地出來，去上搞你嘅咋。你有佢邊念經咯，因為念經是我冇去咋，我一望咧我做啲義理嘢做都冇平到，半暝我入去半暝嘅咋。伊會上對會上去冇半暝，你入去咯，入去啦，伊會上廿垃圾廿香咋，伊叫我去查你望一個位查，冇講查㗎了，就查實陣 area 啦。你而家一線看你望，而家就白線看你白線。為了伊望from到為就伊可能往這嚟念經，伊念經咁先啦，你咁話掉。我本掉啊，邊個本掉？你感覺掉成啊有，即係人到你頭嘅吹半行路咁樣。我而家 feel 掉即係了，兩個了點先是了，伊個日幫阿毛同人叫我行去阿妹嘅拿棒嗰咋，阿毛同佢掂。你企喺啲邊啦，你行下點先啦，唔是外口啦，即個嚟去嘅咋，你行下點先啦，你手伸出去啦，你冇在度看到你咋呢個，個暗嘅了啦。你上我度暗麼？我朋友行到一半啦，伊唔敢行，掉咗做乜落山人行到去啊？你別不多啊？我嘅 handphone，迄時 handphone 冇 torchlight，我都出先咧，no 嘟要 torchlight 嘛，古早冇，佢 handphone 係好嘢咯。你我叫個 lighter 很照我咯。個當時冇驚，驚搭到烏西啊！驚搭到烏西，你驚我朋友時候驚我浸。
我叫伊，驚就係講伊名轉咯，驚我傳時轉啦，無伊呢度，你看無伊去咧，日本拍到倒落去，我唔加住我徛咯，等到人，因為嗰個小陣人徛了，個中唔係嗰個小。嗱，可能佢邊比較來。啊，有對嚟可能咧，佢又都無人講起呢啲事咧，因為真有人就是有人看到講，有人方面明嘅出嚟考嘢嘛。哦。但補咗冇出本。呢啲物件唔知啦，正你要confirm啲物件是有嘅。你掉啲看無咯。啦，特別嗱，就是你就是是唔是教嘅，你是特別就俾佢看，俾佢 experience 係啦，係啊。你無相信，我真有迄物件，特別你當劍你相信咯，當劍你個相信咯呢？我相信，特別唔是講無相信，我相信有迄物件，我無相信，我看會對咱奇怪，我到底是安怎啊？我去看啫。你是相信嗰個物件，特別你是被你唔是無相信，你是被感恩，你被看佢看到。啊，嗰啲人講咱無相信，咱唔是，咱無感恩。嚇，無感恩。一到尾，我拄到幾下叫朋友，人會看到啦，人講這款物件，甲人咧，你比我唔奇怪，我跟都看到，但係演嘅咯。嚇。然後伊人即係朋友會看到。伊甲我講，伊人想活動，但伊人死點知，伊人活點知是安怎？伊看到本是安怎了啫，無變無正差，是講意識褪色咯。哦，無褪色了，像啊 transparent，無咪 saturate 呢嚇 transparent。啊，無像啊 transparent，人看到想伊都到啲一啲字啦，叫卡啦，啲十字路口地字咧，苦了個了。哦。誒，你咋？啷個咁笑到不知個講，特別我俾個人講下。啲咧只隻咧啊，食米嘅位啊，即係人去在成日在你地馬位你知道？或者人講過，你人去食人去一波嘛是有咯，啊是咧特啲咧 KL 是特別嘛是有咧食米嘅嚇，嚇樣特別冇比較上是只人 accident 係咪死嘅特啲邊啊？食米係咪上上冇有嘅？食米？人去做咧巴扎咧地馬嘅位啊？問係叫我食米啊！嚇，定到古，because 即係只你食米嘅，定到佢我食米了，伊咪是變做成只最低那很嘢咯。然後咪是只人是解佢面少注意那很咯。然後邊只人是條點絲嘛，所以那佢哋看咧食米為嘅只佢哋嘅。OK， 各位聽眾，咱感謝咱即今日講幾個故事嘅人嚇，感謝咱收聽老緊嘅暗嚟跳，咁講咱幾個故事，感謝我咱老鳥微微娃娃，真正夠講嘅啊，頭講會聽啊，咁樣夠講嘅即做水螺然後佢有我嘅葡萄枝，感謝葡萄枝我冇講到你買厝，我把刀你使到對嚟講過哦。下一擺嚟。嚇，葡萄枝你下一擺對嚟講幾告訴，你買做好事情，你把刀是有可能較明。是。嚇，然後佢有我即個炒糊感謝嚇，有驚唔知有炒糊。驚。好啦好，然後佢有我人嘅基本卡吹的歌感謝。到底？你真係掉皮喺驚嚇，的哥啊，小 V 哦，天啊，小 V 肯定嘅同你講啊 ，offline 時間同你講。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哋再見，拜拜，拜啊，拜拜，拜拜，拜拜。